119报案的电话哦，是救人救灾真要紧的代志，千万都唔通乌白卡。花莲县的消防局统计哦，一当大约会接到1万外通，甲救灾救护无关系的电话。有人敲电话里啊，只是想要唱歌，互消防人员听；，阁有人酒醉敲来乱，互消防人员是真困扰。 消防局勤务中心的电话在亮，不过报案的人煞唔讲话，有当时还阁会拄到酒醉卡来乱的，上下面还阁有人会唱歌啦，去互消防员听。我报警了，我是国际第一电话嘞。哎，OK， 报警吗？报警打110啊。打来就是唱歌给你听，他说什么接起来说哎辛苦了，然后就开始唱歌。 根据花莲县消防局统计，辖区一年都接到77000外通报案电话，其中有1万外通算是无效电话，占总量的20%。不过有当时嘛拄到特殊案例，亲像讲报案的人无法度出声音，即时会用电话指引，甲看是不是真的。您现在是不是不方便说话？如果是，麻烦拨3个9，甚至有会做一些其他的引导。你现在是身体有危害，需要110吗？如果是，麻烦帮我按3个1，他就在按3个1，那我们会同步的通知110过去。 消防局提醒，消防法部分条文已经修正，若是乌白报各类灾害，也是讲无代志乱卡119，已经甲提悬罚则，相关的单罚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的罚金。5万民众要共同来维护救护的资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